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北股市昨新春开工的第一天，大落696点，是有史以来落上多，市值是蒸发2.1兆。今仔日开盘起72点，但是外界真担心，这个外资来剔出台股恐惊会将做武汉肺炎的重灾区。财政部长苏建荣真罕见，早起伫股市开盘之前，召开记者会来发话，讲对基本面甲台北股市要有信心。今仔日的台北股市上尾也是起73点，以11495点来收盘。新春开工第二天，台股总算有起色，起72.29点，指数来到11494点，03点开出，八大类股拢起价，不过起搁较济。嘛补袂过今年一天的，去年头一天开盘指数就落696.97点，这是台股史上上大的幅度，市值损失超过2兆，台股袂输是武汉肺炎影响的重灾区，隆重清晰的。财政部长陈汉健赶紧出来讲话，密切来关注这整个情况的发展，让能够希望能够维持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这个稳定。财政部长强调讲，个人基金随时拢传便，佮讲依照主计处的统计，2019经济成长率2.73%，今年估计嘛有2.72%，表示讲经济基本面真好。台商倒来台湾投资，嘛带来内需的动能，希望讲会使稳定股市。我们对国内的经济情况还是审慎乐观这个相对的比较稳健的一个情况。为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来看，道琼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拢是起，费城半导体是小可落2.9点，附近的香港、日本、韩国嘛落无济。财政部观察，外资的资金要停留伫国内，希望讲投资人会使对台湾的股市有信心。